选举进前抓到这个换钱的乌市，这是警察一个检察官伫咧嘉义市抓到这个乌市，换的金额算的124亿，拢总抓到8个嫌疑犯。查到市区内一间旅行社，一个有金仔店，头家卖事敢若是汉药店，甲人注销。咧两岸换钱金额拢总29亿8千多万。牵涉到这个案件的人，大部分拢是5万块至20万交保。敢和选举有关系，即马检察官当日咧进一步追查。 检警冲入去高雄凤山一间银楼内底，现场查到负责人唔拿做珠宝的买卖，佮违法咧做汇钱业务。业者为过去到今拢总汇8亿4千多万。检警唔敢放放风，顺线佮查到一间旅行社，唔拿共款抄到无共公司的3本假金铺仔，佮有内底有记中国银行资料的铺仔。细单的业者承认讲，伊做两花汇钱的业务，1笔交易手续费干那收200，7年落来汇要20亿。 11、12月间，共查获3件，8名被告，其中6名被告分别以5万元至20万元不等交保，1名限制住居，1名请回。高雄检察官警察调查局合作，伫选举进前调查违法的资金来源，唔那针对银楼旅行社，佮查到专门咧做地下汇钱的集团，即届拢总抓到8个嫌犯，总金额有29亿8千多万。啊，敢有国外资金想要来影响台湾的大选，会佮继续追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